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液，我们要认同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族群，因为这是你赏赐给我们这样美丽的文化。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明天这2天的所有的行程，我们要做的一切的工作，求主你来保守纪念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2天的行程当中，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平安。那些专家们啊，有关当地人们店们啦，哎呀，自己每一户出500块这样，然后办行根。那现在公所已经在编列预算。对了。哦，本屋主，本屋主，标记，做记号。P 我屋主。老板啊，讲讲。西洋哦，讲阿扎，文人乱的，文人乱比较小，文人乱比较小，巴拿最大，哦，然后是文人乱，然后才是更长，国王你知道吗？是要人命的。我的祖父他们以前是用那个春田的内枪嘛，是还很先进的。可是64年中华民国开始禁止狩猎的时候把所有以前科技做出来的枪没收了，然后叫我们自己做自制内枪。我们原住民有权利使用更科技的武器狩猎。为什么要叫我们做这个自制内枪？它的危险度那么高，那我们的同胞不是很多人不是去打猎的时候，膛炸枪管的密度不够，大量的时候箭炸开，然后整个眼睛那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排湾族对野生动物的，不是像美国人坐在火车上然后当做运动用野牛在跑，他们就从火车的枪啪一直给他打，然后也不捡回来啊，对不对？所以在排湾族的狩猎没有运动这种概念，他好不容易长到那么大，你打了他以后你就回来，所以我们打猎不要打那个在悬崖下面的，我们要打在那个悬崖上面的，打了以后会滚下来，你就会容易捡得到。上课喽！上课喽！恐怖它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放一个龙骨，因为你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但是你知道这里有没有，所以2个上来之后，谁一定要会觉得那个中间慢点，是这样，对，说你这里它上来的东西你会刮到。还要名字吗？Oh, Baliban. Ay, so, kasi so yan, yabuwa swakan yung swampanan, swapang ay so. At yung nakakalian, tiao cao, minturo. 这边摘一个，摘一个，然后就去找那个竹子，一接着这边跳，Pay, kita pasunog. Kimakat. Pinawanan ng atan. 逮住。对。Pangalo ya ibu. 给我看看有没有效果呀？哦，还没见到呀。可是itu dah kesain. 哦。Dah kesain sampai pinatuki, 然后ada jadi madua, no 变成jadi 点咖啡色。Ya, tak itu Cina malam sedap. Itu semua ya. Kasi jadi dah saat itu nama ngiru.
seorang baik. 然后细细的这样摆在这个上面，要不然就是你摆一个，这样摆一个，然后那个细细的这样子斜斜的摆这样。你要让它有这底下这个有空间啊，这个你才可以放你的火种啊。拿手卷住了，看屁股外面一个。水啊！大唱大唱，嘿呀！Mali sama so pinabengaman tayo wana ada bakwanan chika. Ay sama imadaman na matabat-tabat na simadai dumula makaso ada aso bugo. Imadaman na oriki panikan to kinejanan no makadabo bota sitwayat kadro imaday kado. Isama pabayaman to da susulibatan. Basta ka naman to rigilan ni satani maday ka atsawan. Sa kajam na susuntal to na kinajaranan. 其实我们最早在跟波波米在发想这个寻根，不是真正那个我们的动作，应该是剧组了。可是它真正的内涵是慎终追远嘛。大家应该让，大家应该让难。真正的概念就是这个冰帽的位置在这个后面这个，有那个崩塌的后面吗？在走那个以前的那个旧站道。对。的位置。那大概还要多久？差不多半天了。2个小时来回，2个小时来回，应该都没有那个问题吧？都是年轻人，应该都走得到吧？以前是走这边吗？没有，走哪里？那边那边对。这都去旁边了，咖喱。有开吗？这条路？有啊，连到了。I trip，没有密码。刻一下 WiFi 的密码。我们要下去了。有。听到这个水声，就知道最难的一关要到了。
成功了。如果有不周的或者你们觉得办的不好的话，跟下一次那个明年的讲一下。也谢谢我们的那个耆老黄继明老师帮我们讲解这2天的课程，给他掌声鼓励。那我们也希望那个部流明年继续要哈。好诶。Sebenarnya buku masa saya utang rento cawan saya pakai nama pertama kaya itu maju nanti dulu perpapena aja nomina beli dan maka buku maka ada tu sama fulan bersama kemudian nanti ada sesuatu bersama semuanya sebenarnya itu sebenarnya sebenarnya zonan sebenarnya kan ada享受到台湾的所创造这样子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可以尽情的在这里主要学习我们自己的原住民文化。